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台中成同中医的院长李世明涉嫌甲猪屎掺入于药粉内底，害16个人严重毒。卫生局是罚款50万，停业2个月。结果即卖讲，台中阁有一间九府中医诊所，患者嘛验出重金属超过标准。卫生局嘛罚款30万，停业1个月。这检警是继续来追查，提供这个猪屎和成同中医的是北区的一间中药行。即卖这间中药行的药商、甲成同中医的负责人以及九府中医的医师，拢总行受押禁见。到那边什么事，大家也是会推卸责任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变成说他推给你们了。对啊，还能这样。就是这间中药店涉嫌甲猪屎卖予成同中医院长吕世明。他是这2年才开始有把这个猪砂给他，因为他说他要做小包嘛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所以那他做什么事，我们怎么知道？中药店讲，猪屎是顶一代留来，冰箱是无卖，因为吕世明讲肉粽节要做香包，才卖予伊。还佫提醒讲袂当食，无想到讲吕世明就甲猪屎包伫药仔内底。地书目前有16个人，包括台中市议员张彦东、前议长张丰莲，一家伙4个人严重毒。成同中医去卫生局罚50万，停业2个月。另外一间中医诊所的患者嘛去检验，发现讲体内的重金属超标，救护中医嘛去用罚30万。那检察官呢认为犯罪嫌疑重大，而且有湮灭罪证和勾串证人或被告之余，因此呢，于今天凌晨的时候，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，并且禁止接见通信。检察官认为，2间中医诊所还有中药商犯罪嫌疑真大，麻烦到讲因会甲证据灭掉，所以申请收押。法官下晡1点已经裁定收押。就兴隆和这2家诊所之间有上下游的关系。检警还有卫生局的人员已经前往2间中医还有中药商去调查，查考一撮证明，就是要查清楚大盘伫倒。检警嘛要继续追查，甲猪屎藏入去药仔内底，到底经过偌济时间啊？医生是安怎要安怎做？检方嘛提醒讲，如果还有其他的被害人，赶紧出面协助调查。